看下来呀，生活当中的客家发音，有对客家发音出现到哪条嘅场合，有更加多嘅認識冇啊？其實啊，無論係戲詩也係拍詩，啲早期嘅客家發音，其實係非常重要嘅角色咯。韓國千年以來嘅客家發音，啲傳承動作，也係演出動作，都係非常嘅冇簡單。大家看到以後，會記得繼續來支持人嘅客家發音以外呢，你會知曉講，佢呢係非常重要嘅傳統藝術。韓國呢，佢呢代表呢，喺生活當中當到無共用嘅事情，無共用嘅素材。啲客家發音啊，就希望大家向下來了解到人嘅發展、韓國歷史。韓國呢，下來面嘅老大家，向下來講一下，也北部、老南部無共用嘅素材，佢對社會嘅影響。過程當中又有哪條嘅事情，我老大家分享呢？也下就向下來了解咯。